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花子，恁的网络好处边，咱又搁见面啊，大家晚安啊，嘿嘿，先来跟大家打招呼啊，小，苍大叔晚安，还有卡米萨卡晚安，阿酸晚安，伊头六个车上晚安，有伊利晚安，马子里晚安，感谢你的爱，让我感动甲强要哭出来。伤紧啊，伤紧啊！多谢伊拖着去车上的300块，多谢。我先迄个拍招呼嘿，先小招们，跟我鸟米狗最暗安欢迎你们来。有人问什么是大风车？大风车就是整个人在那边转圈圈，对，就是对。哦。感谢你的爱，让我感动甲强要哭出来。哦呦，感谢阿酸的70块。虽然 YouTube 抽很多，但是要当开台第一斗啊。那个 YouTube 抽很多，有时候也是要让他抽啊。让他抽的话，他就可以让他抽的话，他就可以有一点钱帮我推我的影片。哇！感动甲强要哭出来。是怎样？没有抢到第一个，在那边哀嚎了是吗？阿酸，感谢阿酸，这样总共有140，再10块就可以脸红，看着你不讲话30秒。哇！感谢你的爱，让我感动甲强要哭出来。感谢苍大叔，感谢苍大叔的300块。天哪，不是太快了。感谢你的爱，让我感动甲强要哭出来。还有感谢骨头妹的30块，救命！对，大家抖得太快了，我才刚开耶，我没有想到刚开就会收到这么多，怎么办？骨头妹晚安，还有子昌晚安，欢迎你们。对，那总之大风车就是我会整个人转圈圈，就是你们如果有看我的街访影片的话，应该有看过那个主持人表演大风车啊，你们应该有看过才对。怎么可以没看过？啊，我们可以开跑马灯功能了，我们居然可以挂满一整排，太开心了。好，好，对啊，还没讲完开场就突然被大家抖，天哪，太开心了！哎，我刚有跟马自力打招呼了吗？我真的是有年纪了，马自力晚安，欢迎，还有豆浆晚安，欢迎你们来。那个今天这招是清婚有机会可以看现在的外形大风车吗？不然这样，如果我们今天有达到那个目标，真的要大风车的话，我们要哪一套啊？如果有人叫我换装的话，我们就还是看换到哪一套就用哪一套大风车吗？好，我知道，今天如果有达成目标的话，我们就今天穿过的每一套都大风车一次，好不好？哇，李乌好久不见，李乌你好。李乌辣妹你好，今天我也是辣妹，嘿，你好啊，好久不见。好的，那个，对，我先来看一下哦。我们是不是现在有欠很多那个脸红看着你不讲话？就让我感动甲强要哭出来。这是拼地毯是不？我唔知啊你。阿玲阿曼欢迎你来，今日哪会变做安尼？我真是想幸福啊！对，那个大家就是等一下抖内的时候也可以点菜哦。嘿，好，那我现在要准备来那个脸红看着大家不讲话，很多个30秒，等我一下，怎么会这样？150块可以脸红看着你不讲话30秒，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有2个人都抖了300块，所以我们要脸红看着大家不讲话2分钟，这样统计会不会掉啊？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好，那我们就那个对。意思是阿蛇、伊里、离屋、子仓、骨头要组辣妹团，是这样子吗？好期待辣妹大风车，我也很期待，我也蛮希望大家可以让我换装的。我其实有就是准备一下，我觉得蛮可爱或是蛮酷炫的一些造型，对，所以大家等一下有想要看我换装的话，我们价目表都有写，所以还是执行的项目要打在荧幕上，好像可以，好像有道理。好，我现在来让那个来的人知道我在干嘛。各位阿曼欢迎，
好久不见，怎么一段时间不见就变杂 boy？ 没有啊，我还是杂 boy 啊，我只是穿了很漂亮、很可爱的衣服，但我虽然我觉得我自己的性别不重要，但是为了避免大家误会，我觉得我是男生，这样可以吗？现在在做脸红，看着大家不讲话2分钟，太好了，更爱我了。我觉得这个组合听起来很不错哎，我觉得这个组合听起来会红哎，我们该组一个女团的吧？对，虽然实际上是不是女生无所谓，但是大家都漂漂亮亮的，感觉不错哦。好，好。等我一下哦，等一下，突然哦，好，我要站近一点，对不对？我们要有一个害羞的感觉。诶，感谢你的爱，让我感动到强要哭出来。看了好想滴眼药水，是怎么回事？是怎样啊？不过我确实本来就有一点干眼症。等一下，刚刚仓大叔怎么又抖了300块？我看一下我们仓大叔说了什么。我在等那个跑马灯跑过来，请等我一下。很色吗？那不是滴蜡油是怎样啊？滴蜡油是怎样？为什么要滴蜡油？2分钟不讲话，考验到的会不会是主播？是不是会考验到主播哦？我们绿界又等我一下，我们没有抓到仓大叔的绿界讯息。好，我现在马上登入绿界后台，请大家等我一下。是阿酸的300块。等一下，怎么会？等我一下。是因为是旧版绿界没有截取到，对吧？好，请让我登入一下。救命！2分钟不讲话，因为我好像蛮习惯，就是一直讲话讲不停的，所以对我来说，2分钟不讲话还确实是有考验到，没有很习惯这么做。等一下，我练财又出错，请等我一下。我果然是很容易紧张呢。
阿酸说拿这个底用橘色超级留言应该可以吧？毕竟价格是一样的，苹果税太多了，付不起。好，没有问题。我们为了逃避这个可恶的苹果税，心碎了。今日不啊，不对，对不起，今日不。等一下。我们的2分钟计时器又响了一次。噔噔噔噔噔噔，练财还敢翻车，真的，怎么办？我对不起社会大众，难道我也要发那个就是道歉声明了吗？对啊，好，总之我们的目标，我们离目标达成又进了一步。不是，等一下，伊藤绿茶，你的低辣油怎么是这个辣油啊？不行道歉要不行，那个会被 YouTube ban 掉。真的假的？阿酸抖绿色有人要抖670，这个苹果税也太重了吧？多开几次就习惯了，多开几次就不会那么紧张了，是吗？对，我觉得那个 VTuber 开所有的台都是这样子的，不管是开什么类型的台，开越多就会越不紧张。这是真的。那好，太好了，我们可以讲话了。那个，你的会员也比较贵，所以你没有每个礼拜扣钱，没有那么过分。所以每个月那个扣缴那个会籍的钱的时候，你都会被课苹果税哦，真的假的？那你有没有想要改用 Android 的啊？好像不能这样问，哈。那大家如果是用 Android 的订会员的话，也会有 Android 的税吗？因为我记得，如果是买 LINE 贴图还是哪里的话，好像是在 Android 的或者是在那个苹果的商店买东西，好像都会有就是加抽成。那我不知道 YouTube 用电脑买才便宜，对不对？好像很多东西都是用电脑买的话，就不会有那个 Android 的，或是真的假的 ？YouTube Android 的版是不会加钱的。哇！你的火种要200，抓鱼要400。哇，火种原本150，你的要200，然后抓鱼原本是300，你的要400，太贵了。苹果带给人们什么？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帮苹果使用者回答这个问题。天哪，因为电脑坏掉，所以哇，这样真的没办法安陆，晚安啊，安陆。对，我今天换我也来当美少女。大家晚安啊！对，我想起来了，我好像可以挥手啊，不是。晚安啊，大家晚安。紫色订阅连安卓都比较贵。哇！所以是 YouTube 在那个 Android 的没有多收钱的意思，是这样子吧？就像 LINE 的贴图在 Android 跟在苹果都没有多收钱，但是它就是改成反映在那个给创作者的收入上。如果是用 Android 或是那个苹果买的话，就抽成会剥削比较多。原来如此，拿笔想干嘛没有啊？拿笔没有要干嘛？晕了吗？真的假的？晕了。那大家现在晕还太早，我们等一下如果还有机会换衣服或者是做些其他事情的话，到时候再晕也来得及哦。我们一起来为那个阿酸祈福，希望他可以早日换电脑，才不用被苹果剥削。毕竟 YouTube 也在 Google 旗下啊，原来是这样子，好像有道理耶。这样说好像有道理耶。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啊？我是不是应该问问大家有没有吃晚餐啊？我又忘记发起那个意见调查了，想想看啊。可是每次意见调查都问大家有没有吃晚餐，会不会有点，大家会不会有点腻啊？知道问大家有没有穿过裙子，这是个好话题吗？你有穿过裙子吗？我就不用问了啦，这个我常跟大家说有，现在正在。因为我过收益化了，所以阿酸的钱包过得不怎么样。
我很抱歉，我很抱歉。那再次就是跟大家宣导呼吁一下，就是大家那个斗内量力而为哦。大家那个还是自己要吃饱，好不好？希望那个大家还是有照顾好自己。对，就是该吃好吃的，该喝让你快乐的东西，就是要记得喝哦。不管让你喝了会快乐的东西，不管是什么发酵水果还是发酵谷物，或者不一定啦。像我的话就是咖啡啊，或者是对有些人来说就是甜的都可以。那总之就是希望大家过得快乐。那如果真的钱还有多想要支持我的话，再支持我就好了。对，没有要强迫消费，这好像不是练财台该讲的话哎。但是毕竟我是宠粉主播，对大家太好了，所以还是讲点该讲的。哎，哦，马这里说，我可以问有没有女装，是不是？我想说，其实对我来说，好唐突，对。对我来说，我个人觉得衣服这种东西其实不一定要分性别，虽然就在这个大家主流社会，可能还是会把衣服分女装男装啊。对我来说，直接这样讲也比较快啦。但是好像在我心中，就是比较理想的世界是衣服不一定要分性别的，所以我稍微不想直接用女装这个词。那我就说裙子吧，对，像苏格兰裙应该硬要分类也会被分成男装吧，那它也算裙子，所以如果你有穿过苏格兰裙，或是一些其他的古装，也可能是有裙子的男装之类的，我觉得都可以算。哎，快乐来源是我的脚，所以冷静。哎，对，我们现在有新的表情符号是那个句子了。那个句子的用途呢？你要拿来锯我的脚，我也是就我尊重你的言论自由，你可以用这个表情符号，或是你觉得你太晕了要长脚的时候，也可以拿这个句子出来用哦，请自己动手，谢谢。没有在帮大家锯脚的，这样大家会太开心。能点火的乌龙茶，确定那是乌龙茶吗？对，我知道那个 whisky 的颜色跟乌龙茶可能蛮像的，对，但是喝了乌龙茶可以骑车开车，喝了 whisky 就不要哦。不是，怎么一排在锯我的脚？请大家冷静，对，哇！感谢你的爱，让我感动到强要哭出来！救命！感谢猫猫可爱的750元，5套婚纱，对，我还有另外准备5套衣服，没有错，但是不一定是婚纱。好，感谢猫猫可爱赞助750块，让我可以换个衣服。那太好了，我们就来换衣服吧。好紧张哦，我想一下换哪一套哦。真的，老婆真的好有，你老婆真的很有实力耶。好啊，我来换一下。哎，晚安。等一下，我有换对吗？应该有吧。哎，不是婚纱就不能下播，什么意思？对，我刚刚那个算轻婚纱吗？刚刚那个可能是我今天准备的衣服里面最接近轻婚纱的一套。对，很色吗？对，有很色吗？这还好吧。那好啦，给大家看一下。怎么样？喜欢吗？怎么搞得有点害羞？好，你们先欢呼一下，趁我那个有一点害羞，不会讲话，所以0287晚安，欢迎。真假？你们很喜欢马尾哦？怎样啦，骨头 man， 不要再兄弟了，骨头 man。好，我是不是就是怎么说，就是长得比较漂亮的 VTuber， 是不是无可避免的，就是终究有一天观众会变成狗猿呐？怎么会这样？这我都不知道有这么多马尾控好啊，马尾控们，你们可以举手了。真的吗？这很辣吗？真的假的？公主切配马尾，对啊，我也觉得公主切配高马尾蛮好看的。对，我自己就觉得，我不知道啦，我觉得你们就会想看点辣的嘛。我想我应该也是，就怎么说？对，我还记得我的好观众们曾经告诉过我要了解大家的喜好，现在我懂了。
了解大家的喜好真的蛮重要的耶。对，可以掌握大家的喜好，就等于掌握了大家的钱包，对吧？伊藤绿茶自己的 OC 就有公主切高单马尾，哎呀，锁链很色吗？好，今天不会每一套都有锁链，但我知道大家喜欢我的锁链，谢谢。喜欢点辣的不是这个意思哎，什么意思？喜欢点辣是要拿辣来点在哪里？你是说融化的辣吗？不要乱讲。我知道，融化的辣应该点在哪里？融化的蜡就是要点在那个很有温度的手写信外面的信封，这个叫火漆章。好，太好了，好会员哦！了解大家喜好，成为大家喜好啊，确实是这样，没错，确实是这样，没错。喜好是锯我的脚，我怎么没有锯下来？对耶，今天的这个炼材菜单是不是应该放一个超级贵的，可以把脚锯下来这个选项？这样大家好像无法抗拒哦。我怎么没想到呢？真是太傻了。那只好下次。对，今天是初恋的滋味，初次练财。那之后如果还敢练财的话，下次如果还敢练财的话，就再考虑让你们可以用很贵的钱下架我的脚，好不好？满意没？满意了没？啊，对齁，今天骂人要收钱，不能随便骂人。天哪！对，大家那个想要我骂人的话，请点菜。对，哦，你们不要在那边啊！好，算了，在聊天室聊什么低辣不低辣的，大家开心就好。突然文静了起来，就假装一下，现在加上去吗？我今天来不及那个准备那个叫什么麻醉药，对，要准备麻醉药才有办法把脚锯下来。对，这个我们下次请早，对，下次及早准备。林奈晚安啊！我也变姐姐了嘛？对啊，就是之前有跟大家讲那个，之前有跟大家讲，会当叫我阿慧，嘛会当叫我阿姊，嘿。对，今日做大家阿姊安尼，因为我是花姊，所以恁会当叫我阿花，嘛会当叫我阿姊哦。顺带一提，如果有人要点菜点那个骂人的话，可以指定要用台语还是中文，好不好？你要英文也是可以，但我要想一下。这个脚也是个模型副的选择好多。对啊，我们今天使用的这个皮，虽然完全没有收广告费啦，但既然有人问了，而且我真的觉得蛮不错的，所以还是就是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在我们那个说明栏聊天室的说明栏可以找到这款那个 VTuber 的模型。对，这个是公版皮，对，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捏自己喜欢的外观的哦。对，然后没错有脚哦，而且它脚造型其实不只有一种。对，除此之外就是东西还蛮多的，还一直在新增，所以虽然这个好像是礼拜五的那个叫什么，我的新节目叫做强迫出道教室，嘿，就是我们那个强迫出道教室，原本有想要在那边多跟大家讲一点啦，对，就是因为我一直教大家出道，所以而且就是有教到蛮多，就是刚起步刚开始在那个活动的 VTuber 朋友，所以我想说真的是一个不错的时机，可以来开这个新节目跟大家分享我出道的时候的一些经验跟观察。对，所以之后从这礼拜五开始，就是每个礼拜五晚上10点会有这个强迫出道教室，对，那大家就可以来看一下。对，好，已经自己有点讲到不知道在讲什么了。很怕讲到太多那个到时候要讲的不过也没有不行就是了。对啊，我们那个礼拜五的主题是跟大家说准备出道要准备多久。对，那如果大家对准备出道这件事情有什么特别具体的问题想要问的话，你们知道可以在哪里问我问题。对，那以防有人不知道，就是在我的不好意思，在我的那个推特会有可以找到我的棉花糖，可以到棉花糖问问题，或者是大家直接在聊天室打也可以啦，我会看得到的话也可以啦。对棉花糖应该是比较不会忘记，比较不会遗漏就是了。所以有要出道的朋友，或是正在准备出道的朋友，有问题都可以尽量问哦。对，都可以不用客气，尽量问。我这边问问题是不用收钱的。虽然你问的问题如果太复杂，我没办法回答的话，我就会跟你说我不知道。对，好好吧，我有预感今天可能会讲有点多话，我还是预防性吃个喉糖好了。
怎么办？我是不是每次直播都在吃喉糖啊？对，哇，好吵哦！对耶，我这礼拜还有要唱歌哎！天哪，这礼拜六还有那个礼拜六吗？对，礼拜六还有收益化歌回，大家还记得这件事情吗？对我自己放在周表上，但是我最近实在是没人跟迷迷毛毛，所以就有一点点，就是每天都过得很错乱，过到不知道今天是礼拜几了。对啊，今天是礼拜几？今天是礼拜二啊！对，今天是礼拜二。喉糖 ASMR 这算吗？应该不会有太多声音吧？应该不会有太多声音吧？这样能算 ASMR 吗？好，来看看哦。我有准备一些有的没有的话可以跟大家讲。我最近在想一件事情：业配银杏吗？我觉得业配一个东西要有一点说服力耶。但是如果我要业配银杏的话，感觉我自己就会忘记吃，银杏，结果就没有效果。这样子是可以业配的吗？礼拜日还有联动，我知道礼拜日还有联动啊。对啦，这有在贵干不在人，有样，没错，这就是贵干不在人。对啊，礼拜天的联动，我会记得，会忘记那个联动还有领奈吗？怎么可能？我都坐在缩图里了，到时候我待机室开出来的时候，我自己看到是会记得的。我还没有健忘到需要大家就是很那叫什么？我虽然很健忘，但是没有到需要大家烦恼或是就是担心我的安全的地步，好不好？还没到那个年纪。不过大家都叫我要就是开一辈子的台，所以就也许啦，也许真的开一辈子的台，开到很久之后，也许就会步入那个忘记要开台的年纪，也说不定。哇，那好像蛮浪漫的，其实你不觉得这样听起来很浪漫吗？我知道好像之前有在 YouTube 上看到过，就是日本好像有 VTuber 就是年纪还蛮大的，就是因为好像就是也没有特别想到怎么说，我有点忘记了，但好像就是刚好也不知道要做什么，然后就来做做看 VTuber 的长辈，对，蛮有趣的，而且感觉长辈可能有蛮多，就是因为毕竟生命的经验比较丰富，所以可能有蛮多就是生命中特别的故事，或不一定要特别啦，就是可能有很多回忆可以跟大家讲，所以谈资可能也很多。对，感觉如果就是虽然科技使用上会比较略微就是要学一下，对，也许对长辈来说学这些软体操作可能会稍微吃力一点，但是好像很适合欸，我觉得就分享那个生命故事这件事本身，包含那个长辈可能也蛮想要讲的，对，然后就是听的人可能也就至少我自己听长辈分享生命故事的时候，大多数时候是觉得蛮有趣的，除非同一个故事我听了5次，那就不一定。对啊，有阿嬷女团，对，我想我应该没记错，对，应该就是有阿嬷女团。除了阿嬷女团，我知道还有阿公阿嬷电竞团呢。对，这个就不是 VTuber， 但是我好像之前也有看过有算新闻嘛，好像算新闻。之前好像有看过是阿公阿嬷电竞团，然后好像是玩枪战游戏，是不是？而且玩的好像还蛮厉害的。对，就打爆那些年轻小朋友哦，很酷哎！搞不好那个跟你玩枪战的阿公阿嬷，搞不好他们打过那个打过2战，对，搞不好是打过那个3次元枪战的也说不定啊！不要小看他们了。我没记错的话，好像那个电竞战队里面好像是真的有还是我记错？我有点不确定。但是好像那个就是阿公阿嬷电竞战队里面真的有人是打过就是3次元战争的，对，这蛮酷的。觉得要学习设备非常吃力，不对，我没有在说你们老，而且大家也不用担心，好不好？反正之后我们那个固定每个礼拜5晚上10点，就是会有这个强迫出的告示，强迫出到教室。对，到时候那个如果有设备上的操作，大家有遇到很不会的，或是有什么具体想问的问题，应该也是会讲到啦，然后应该也会跟大家分享到，就是
我自己常用的软体或是其他工具，对，所以我想对大家希望是有帮助啦，对嘛，真的嘛，就是那个对吧？那个战队里面有个阿公是打过2战的，那我应该没记错，还没出道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自己不懂设备，然后经纪人也不懂。没关系，不用烦恼，我们有新节目可以看，到时候大家就可以慢慢学，好不好？对，而且之前好像那个有人，应该是有观众跟我分享到，就是有看到其他人的频道上可以多一个分页。我说的分页就是像可能如果大家逛那个 YouTube 频道的话，就会看到他的频道上有 Short 是1页，然后影片是1页，然后直播是1页，然后播放清单有1页之类的，至少网页版应该是这样。然后那个有些人的页面上可以有课程这一页，然后我昨天发现，就我昨天在开那个礼拜5的待机室的时候，我发现我也可以耶，我发现我也可以开课程这个类别，对，所以大家如果有刚好点开我频道主页看一下的话，就会发现那个我们现在在课程那一页已经出现一个播放清单，有看到课程，对，猫猫卡还有看到课程，太好了，对我现在已经把它放到课程那一类了，太好了，我也可以当那个什么，就是对我从普通的说教男自己讲，我从普通的说教仔进化成那个就是可以说我在讲课的说教仔了，太好了，对。不过目前的计划里面好像是没有想要卖课程了。对，顺带一提，我也是考男。对，目前的计划里面没有想要把课程拿来卖钱，因为好，就是我想要做这个强迫出道教室这个系列，其中一个很大的初衷，以及我一直在就是推坑，请大家欢迎出道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想要看到大家在自己擅长的领域用台语做一些有趣的事情，所以我想这个强迫出道教室系列，我想要让大家不用在经济上有压力，也可以收看。对，所以这个系列就没有设成会员限定，然后也不是收费课程。但是我可能会做一件事，其实我还在想，我还没有决定，我也蛮想听听你们的意见的。就是这件事情，我可能想要在上课的时候，就是也算自己说上课有点那个，有点自己那个脸皮薄，但是应该算吧。就是我想要那个强迫出道系列，这个分享自己的经验的时候，我想要用全台语来讲，就是想要让愿意听全台语的人来听这个系列啦。对，毕竟没有收钱，然后就觉得好像想要稍微定一个门槛，就是如果你不想要听全台语的课的话，就没有想要把这个知识免费送给你。你们觉得这样子怎么样啊？对，因为我想有些人也有可能是想要听全台语，但不一定听得懂。虽然你们可以问聊天室啦，或是可以问我，对，蛮想知道你们怎么想的。职业说教男嘛，对，如果有那个在说教的时候还可以拿到大家的钱的话，应该是真的有在离那个职业越来越近。这样说好像没有错，挺好的嘛。是说那个用全台语来讲这个主题挺好的吗？买个晚餐，唐突看到酷衣服啊，真的吗？这么喜欢？那个，如果想要换别件酷衣服的话。那个，对，就是我们的菜单上有，我是不是应该要写一下还剩几套啊？葵宇晚安啊，欢迎，妹妹是有，是妹妹吗？那个听说会叫妹妹，就是不知道听谁说的，应该不是哪个主播说的吧？好像听过有谁说。那个漂亮的会叫美女，然后叫妹妹的可能谁呀？谁讲这种话啊？头好痛，想不起来，是不是错觉啊？是不是梦到的？全台语好齁，好，全台语好，太好了。等一下，我应该写一下换造型，还剩4套。造型还有4套衣服可以换哦，体验到南宁了吗？那等一下那个大家要吹口哨还是要怎样，或是要那个跟我要 IG？OK 哦。等一下，这个我觉得可以盯选起来。
美眉是长得美哦，美眉的美是长得美的美，原来如此。哇，到底是谁？不过说到这个，就是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就是我确实有穿着裙子出门过。对，什么盯到我烧起来什么意思？干嘛让带出场？你莫安尼，不是在做这，什么有在带出场？莫黑白讲，忍耐啊，忍耐啊，这个我嘛不是雕工要替你烦恼啊，不过讲实在，你安尼讲话，我会当知影你的经纪人啥都会定定做烦恼呢。哈，那安尼啊，你哪呀？美女可以要 IG 吗？可以啊，我的 IG 我等一下贴上来给大家。真的跟我要 IG 哦？真的假的？那你等我一下。什么伊里炙热的眼神？不是，昨天都已经偷偷跟大家说，之后跟伊里会有一个让大家很开心的合作了。你们好啦，让你们开心，让你们开心。嘿，忍耐较忍耐咧，我看是你爱忍耐哦，经纪人爱忍耐哦。讲话也开始假，我哪有假？我有吗？我有吗？好啦，那个有人跟我要 IG 的，是不是？我现在 IG 直接贴上来给大家啦，大家可以。虽然好像没什么在更新啊，我是不是应该之后开始把这些就是造型美丽的照片放上 IG 啊？好像有道理耶，好像有道理耶。对，那个虽然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有点消费，但是是不是可以把南宁当成一个武器啊？当成一个博取流量的手段呢、啊？对，骗大家来看我的台是这样没错，完全就是这样，完全就是这样。太好了，把直男骗进来宰吗？对，好好，就这样决定了。之后应该那个三不狗席想到的，想到就在 IG po 个漂亮照片，太好了，这叫展现自我。你说的有道理。对抗不了父权就想说，忍耐啊，忍耐啊，你得开忍耐。哇，这个曾经就是曾经我在刚开始做我的频道的时候，我有想过，就是我会不会很容易延上，因为我在讲话的时候，蛮多时候都蛮敢讲一些我知道有些人听了会不开心的话。但是我没有想到你那延上的速度看起来比我更快呢。亏我名字里还有火亏我的名字里还有一个火，结果先烧起来的可能不是我吗？怎么会这样？这形象又不是从其他女人身上抢来的，好像这样说好像也对吼。延上不就正合我意吗？不是，你懂吗？延上被别人抢先了，我想要被不是，虽然这样讲也不太对，但是我预期被烧的是我啊，但是如果先看到其他同行被烧，我就觉得你知道输了。话是这样讲的吗？话好像不应该这样讲，但是你们懂吗？黑红系主播吗？我看起来是黑绿，我看起来是黑绿的薄荷巧克力主播完蛋了，我要加油是不是？我要加油一点，让自己赶快被延上。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来乱讲话？想要上避难所，就不是啊！我就觉得只要做到够红，就多少会有一点酸民吧。所以我常常觉得没有看到酸民，是不是就代表自己不够红？虽然之前好像真的有看到酸民，对，但不够多啊！我也想要黑粉啊，黑粉都很死忠虽然大家都对我很好，我也是很开心啦。对，但是我觉得如果被够多人看见的话，应该也会遇到，就你知道，就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好像不能乱讲话，才刚说他乱讲话。言上我也是略懂，但是有一些言上的技巧，就有一点太那个了，就真的会冒犯到人，我就觉得不要啦，我觉得还是不要，好吧？现在开始黑，真的假的？不要啦，不要。对啊，黑粉都很死忠，好不好？黑粉都对那个 VTuber 做过什么事情如数家珍搞得好像每次跟台都有跟到一样。这也是粉啊，黑粉也是粘着度很高的。对，虽然洗不掉，可能蛮困扰。
黑粉是一种黑头粉刺吗？你要把黑头粉刺简称成黑粉也是可以啦，也是可以。如果正向粉叫火种，黑粉叫什么焦炭？我觉得差不多我觉得蛮适合的。虽然我们最便宜的会员等级叫灰团，灰团可能也是黑黑的，也算焦炭吗？对，但是那个我在定等级的时候想到的灰团是那个，就是木炭在烧的时候，它有点起来的话是红红的，会发出一个红红很美丽的光。我想的灰团是那个样子的，不是黑黑丑丑的。对，突然发现12月嘞。12月了，就是那个嘛，耶诞节快要到了，对不对？就是已经有一些东西拿出来开始退冰了。对，那个好像听说，你们有听说过吗？就是说，如果是乖小孩的话，圣诞老人会送礼物；然后如果是坏小孩的话，圣诞老人会送你煤炭。对，大家有听过吗？我好像是在书上看到的，因为我家好像没有特别过耶诞节，我家都怎么过啊？好像真的没有特别在过，只是真的没有。对。所以就是从那个算是童书嘛，我忘记了，但反正就是看书有看到有这个习俗。树大必有枯枝，所以要先长成大树，是这样没错，是这样没错。就是人家都说树大必有枯枝，然后就想说没有枯枝是不是代表这个树不够大，代表那个我接触到的观众数量总数不够多啊？对啊，就什么东西开始退冰？我的脚吗？我的脚又没有冰起来，什么意思？我的脚不能冰啊！我的脚不能冰啊！你要把它拿去冰的话，代表你要先把它从不是手上，先从我头上拔下来，请不要拔下来，谢谢。推不动的叫余烬，是这样子哦。啊，我知道那个木炭烧一烧，就是有一些没办法利用的部分，就会随风飘散，对，就会喷出一堆让人很困扰的。那算炭渣吗？就是如果在烤肉的时候啊，然后突然一阵风吹来，把那些那叫什么屑碎片，反正把那个吹起来，就会吹到你正在烤的肉上面，蛮困扰的。哇，欢迎加入灰团，我来看一下应该怎么称呼你哦。我可以叫你安吗？如果你可以告诉我你希望我怎么叫你，欢迎安加入我们的会员，欢迎加入灰团，那你就获得了我们的这个起床闹钟。怎么办？今天顶着这张非常美丽的脸，要跟大家介绍那个起床闹钟，好像觉得哪里怪怪的。毕竟不是每个美少女都可以开口闭口就讲这种话题。欢迎，好，可以叫安是不是？欢迎安加入，安啊安。安安就是晚安的意思，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台语。好怎么知道没有什么？怎么知道阿酸没有什么？没有把我的脚撕长吗？还是怎么知道你自己没有脚？是这样子吗？所以到最后都会推不动，这就是同归。同归是哪来的？你只是想讲谐音梗吧？那个同归哦，您说最后我们都水是同归是不是？好。我最近有收集到什么新的谐音笑话吗？我想一下。安，好啦，不要拿人家的名字来玩这种谐音啦。就人家才刚加入等下被大家赶跑怎么办？不要这样。好，讲太多话了，让我喘口气。好，推不动要重训啊，不然以后请哦，真的假的？哦，没有重训的话，以后就需要人家帮你擦屁股，是不是？所以你说的推不动是指就是全身的肌肉吗？确实有听说过。哦，安其实看了很久，只是没说话。原来如此。感谢你的加入。那个也没有逼大家一定要说话啦，就是跟没有逼大家一定要出道一样。虽然大家就是喜欢跟我聊天的话，我也蛮开心的，所以没有强迫哦，很怕给大家压力。确实有听说，就是很多人就是年纪到了比较大的时候，就是如果平常都没有训练肌肉的习惯的话，就是等年纪比较大，可能会有肌肉不够的问题。那就会变成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做得那么顺利，
对，所以确实，请记得不要把孝道外包给媳妇，好好花钱请看护。对啊，有时候那个孝道都不会落在儿子的头上，都会落到媳妇的头上。为什么啊？怎么会这样呢？大家可以那个想一下。对啊，现在很多老人家做重训，不是因为要练成那个强壮老人，是因为生活要能自理。对啊，有听说，就是虽然我自己之前也是都没什么在注意自己身上的肌肉量的，但是确实最近也有觉得，好像应该还是要有一点基本的，就是肌肉的能力，这样子，至少在做很多事，比如说你要搬重物啊，就是你如果一个人要就是打扫家里，你可能肌耐力也要够，才有办法长时间劳动。对，这些其实对你整个生活都蛮重要的，所以好像真的从生活中就可以多注意一下训练呢。老了肌肉会衰退，所以要提早练起来，有扣它可以给它扣啊，有道理。虽然我觉得我自己讲有点没说服力，因为我也没什么在运动，我自己都没什么在运动，但是确实有认知到啊，好像可以认知一下，对，至少先认知到这件事情，才有机会做出改变。也许我的2026的计划里面要包含一下练肌肉这件事情。You better watch out！ 你上好是给我较注意的。You better not cry！ 你想好你卖底下靠背。喂，这好像可以出一个那个台语版的，虽然听起来有点太凶了。对，不过之前不是也有一些就是歌曲，你把它用很不优良的翻译品质翻成其他语言之后，就会很好笑嘛。像之前印象比较深的，可能是。这一定会臭到人，但已经臭过了，所以可以再臭一次。就是那个米津玄师的《Lemon》啊，如果你用不太优良的翻译品质把它翻成中文版的话，它就会变成迷因歌曲哦。对，就是那个，对，我要唱吗？那一天的忧郁起来之类的，对，大家很熟悉哦，这个真的历久不衰，应该说历久不衰嘛，挥之不去，真的挥之不去啊，想忘也忘不掉啊，真的，对，那就好像也可以啦，也可以把一些歌翻成用不优良翻译品质把它翻成台语，可能也蛮好玩的。我确实也有想过把一些经典台语歌用不优良的翻译品质翻成英语，可能也蛮好玩的。不要唱吗？好，还好，我现在不会再唱了，好不好？那个，如果觉得我讲话很难听，或是唱歌很烦的话，可以点那个让我看着你不讲话30秒，好，强迫推销。好，什么？12周已经没救了。我自己的12周也有一点点忙不完，虽然最近有稍微在推进度啦。对，我的12周计划里面，目前还有2个看起来就一副做不太完的，其中一个是那个妙的大型的歌回企划啊，确实那个有在做，好像还可以。对，那另外一个比较困扰的是原创曲，我现在只剩1个月，只剩1个月呢，怎么会这样？2026的计划最好是先让自己不要累死哦。好啦，我这个礼拜已经把自己排到超满了，我下礼拜会少排一点，好不好？我下礼拜跟下礼拜真的应该要少排一点。许愿歌会有这首吗？之前有唱过啦，虽然那个歌回只有7分钟，大家可以去补一下哦，只有7分钟，补档补起来很快。对，那一天就是准备了一个俄罗斯轮盘，大家知道什么是俄罗斯轮盘吗？对，就是那个对，如果转到中文版 Lemon 直播就结束，那时候有唱一下，大家可以去补，好不好？什么叫可以请火蛇讲话难听一点吗？好喜欢，谢谢。好啦，我可以凶一点。好，陆山阿曼啊，陆山来看美女哦。啊，我好水哈，有水哈，有介意哈。头拄仔迄个有人足介意，问讲敢会当带出场啦？我甲恁讲，我毋是咧做即种诶。恁上好是迄个讲话较注意诶吼。好。没关系，我有收益化，什么意思？您说那个我台可以开少一点，反正有收益化，是不是？对啊，我的愿望就是不开台也可以收到钱，但是我不敢讲这么大声。好了，也没有不敢，对。不要奇怪给我的柠檬。对，那个不过之前歌会有唱过台语版的 Lemon 突
突然想到这件事情，对，因为我一直都好啦，就是很唐突跟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我很喜欢的创作者，叫做博胜，就是他一直有在做一些台语歌曲的不是台语歌曲，讲错了，有在做一些流行，可能是日语歌曲，虽然好像不那么限于日语歌曲，但主要大部分还是日语歌比较多，然后做成台语版的填词翻唱，然后他就是最近填词的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越来越喜欢，对，非常美，非常美。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听听得懂的语言，如果你跟我一样听不懂日语，你想要听得懂的语言，但是不要很奇怪的 Lemon 的话，蛮推荐可以听博胜的台语版 Lemon 的。然后之前我在歌回也有唱过，所以大家可以去补一下。对，可以听到哦，可以听到哦。真的很喜欢那个版本，真的。所以刚好，嘿，没事啦，那个。阿玲不要紧张，就是我们那个林奶吼，他如果真的讲了一些什么非常非常糟糕的话，那个我们会用台规把它编掉，或者是 YouTube 会自己修理它，反正那个对我就只能帮到这了。好，对啊，他唱得很棒哎，我觉得他唱歌就很好听，然后歌词又翻得很好。真的很厉害，奇奇怪怪的话只有0次跟无限次，我想也是啊。对，计划通好像也有哥布林版的雷蒙是吗？好像有，那是雷蒙吗？我记得有哥布林版的翻唱，但我突然忘记是哪一首歌了，应该是雷蒙。哇，鹿山欢迎鹿山加入火警，哎，欢迎你来啊！哎，加入火警这个等级的话，对，之后就可以有会员限定的一些语音包，虽然是不定时的，对目前现在有的语音包比较特别，就是算是刚开收益化给大家的福利，就变成是50块会员也有，但是就是那个闹钟，对，请大家起床上厕所的闹钟，对那个火种这个阶级，就是以后的其他语音包都是要火种以上的话可以收到哦，虽然是不定时的，对，但就敬请期待。还有什么？我们的会员福利还有那个之后的会员限定直播，就是会把一些很凶狠的，对，刚刚有人说那个嘛，喜欢我讲话很难听，想要我多讲一点，对，你们一定会喜欢这个节目，你们一定会喜欢这个灰记爱开杠，对，不是灰记爱开杠，讲错了，灰记爱开杠是合家观赏，非常和乐融融的用台语聊天，开开心心节目。我说的是会来啊，今早，对，我们之后有一个也是不定时的会员限定直播，叫做会来啊今早，然后对大家听到会来啊今早，应该就可以想象这不是一个可能不是一个很友善的节目，对，没错，就是开杠然后美郎，对，没错，就是会把那个平常时的那种积怨对，平常时各种生气的事情累积搓一搓，就像那个大家小时候如果有玩橡皮擦屑的话，收集起来搓一搓变成一大颗，对，就是会累积到这个会员限定的直播的时候来让大家一起骂这样子。好，真的假的？谢谢闹钟，室友很喜欢。真的假的？你的室友是真的很喜欢吗？我知道你应该是蛮喜欢的，但是你的室友喜欢吗？我不确定，我先圈起来打一个问号。那如果大家都喜欢的话，真是太好了呢，太好了，耶、好，我又想起来，我可以挥手了，耶、欢迎那个安跟鹿山加入我们的那个会员，再次欢迎各位。因为我觉得我挥手很可爱，所以多挥一下，没有什么太特殊的理由。就对，是的，好，对啊，可以挥手很可爱吧？真的假的？你的室友真的很喜欢，我分不出来他的喜欢是怎么表达。请问你的室友表达他的喜欢的方式是殴打你吗？我有点不确定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会被室友，对，我会跟室友有很多身体上的接触，就是他的拳头会出现在我的脸上。之类的，一手作战的吼，是你唔敢嫌啦，是你唔敢嫌。提米的代价，提米的代价吗？有道理耶。模型还可以拿笔写自己的 ABO 文，又要写哦。对啦，之前那个7、8月的时候有说，如果那时候收益化就要写 ABO 文，可是
好，反正我们2026年有机会的话，应该是会排进去，好不好？熬不过你们，没有办法，宠粉主播拿你们没办法，熬不过就好啦，再说啦，可能2026啦，可能2026，反正也快了嘛。对，那等那个圣诞节的一些东西退兵完，就也差不多就要新的一年了。可以多挥吗？好，多挥一下，好可爱耶！我好可爱啊！是不是要说那句话了？我真古锥，请给我钱，嘿，多谢耶！好吧，对啊，就想说要用台语做一些有趣的事。那我想拿来写 ABO 文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所以好啦，真拿你们没办法，爽了没？爽了没？这可以剪下来吗？是因为太可爱了吗？那真的假的？是因为挥手太可爱可以剪下来，是不是？好啦，对，宠粉主播不是开玩笑的，好不好？还是你是说把那个要写 ABO 文这部分就剪下来当证据，然后以后我没写的时候就可以照三餐贴到我脸上提醒我？这么不友善吗？真的假的？这么不友善吗？啊，爽了好，爽了就好。反复播放当成会员福利的宣传影片，哇！感谢你的爱，让我感动到强要哭出来。天哪！感谢安的150块，太感谢了。这个无功不受禄，但还好我不是蜈蚣，我是宝箱怪。那对，我们按照这个菜单，我现在要30秒乖乖不讲话，这对我来说也是有点挑战性的。好，那我们就只好再来那个害羞一下。什么时间轴8点57 ABO 啊？好啦，反正就已经说了，就是2026年应该会有这个计划，好不好？应该会有。毕竟熬不过你们，我是还能怎么样嘛？哎。好，为什么会搞得这么害羞啊？是怎么回事？啊，要求人啊！我放电给你，什么叫不说话就好有气质？太过分了！这是很不该对美女说的话吧？什么叫做不说话就好有气质？太过分了！好。蛮过分的，丁选起来好了，我是蛮随性的，好笑。蜈蚣很赞是不是？好，太好了。是亚刚要求哦，无讲要求赞，我就是你讲要求赞。我想说太好了，你们很喜欢我的笑话，结果没有吗？结果没有，好吧，好。不过的确，也就是把自己弄得很漂亮的时候。然后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看，至少我自己会蛮害羞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类似的经验。好唐突的分享哦，怎么那么唐突？但还是分享一下，既然都聊到了吼。我不知道，就是虽然好像也没有过很多次，不过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觉得自己很可爱。有是不是？阿玲也有这种经验吗？对吧？就会觉得自己很可爱，然后就觉得天哪，好那个哦，不会讲话了。好那个是哪个？就很那个猫猫卡爱也会哦，化妆完会一直看自己啊。原来如此因为其实我毕竟我是男生，然后我不确定就是我的这种感觉是。
因为我想大多数男生可能在生命中就是有机会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然后化妆 settle 的机会可能没那么多。我不知道是因为这种机会很少，所以会特别觉得有点非日常，所以就比较害羞。我不知道是因为这样子，还是其实就是这件事情跟生理性别没有那么多关系。我其实一直不确定这件事。对啊，不过当然每个人一定都不一样啦，当然每个人的经验肯定都不一样。不过对，哇 ，Emily 耶，Emily， 哎，晚安，那个，对我没有刻意要抄袭你的发型，对，这样讲好好笑，哎，很害羞吗？好，对，就是对，讲到哪？你听到多少啊？对。我们刚刚讲到什么？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至少我自己把自己弄得很漂亮的时候，就是会一直觉得很害羞，就是对，会变成那个有点娇羞这样子。真的做了哈，要练财啊，没有抄袭哈。对，那个一般来说发型，大多数发型可能是没有著作权的。对，子昌也被迷到一直微笑，这是被迷到的微笑，原来是这样子。那多迷一点，对我很可爱，请给我钱。好看一直看是正常的，有道理。确实，把自己弄得很好看的时候，就真的会好想一直看自己哦。只有自己的时候也不会揽镜自照，揽镜自照听起来好文言哦，这就是读书人吗？以为大家都会揽镜自照，我好像不常对，我好像怎么说？现在比较积极投身于频道经营，所以孤芳自赏的时间变少了。对，就只有在这个想要用美丽的外表来迷惑大家的时候，才会特别看一下自己，不然平常好像就也还好。敢开始穿好看一点，整个社会就会开始嘲笑你，通常是男生啊，这个也是有一点经验，对这方面确实蛮有经验的，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聊一点。化了妆大部分看镜只是怕妆花掉哦，对啦，的确，因为毕竟化了妆之后，如果有出去活动的话，我不知道这可能不是很多人都有的，我的意思是说，是的，我知道这个社会就是男女的生活经验本来就会不一样。那我想大多数男生可能化妆的经验也许没那么多，但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如果你在外面有活动有流汗还是怎么样的话，或甚至是摸到一下，就是都有可能导致你脸上的妆可能粉会浮起来啊，或者是对就会花掉，会糊掉还是怎么样的。对，所以确实还蛮需要，就是想到的时候检查一下嘛。对，但就是会有这个需要。对，虽然我也是很多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所以是别人提醒我。我说的别人就是火嫂，对，就是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但对，就是这样。孟腾修，晚安，欢迎你来啊！对，我忘记欢迎要挥手了，嘿，欢迎 Emily 跟孟腾修来看我，我很可爱，自己讲好好笑，自己讲还是会有点害羞。好啦，刚开台的话题跟大家分享，要分男装女装，觉得都改掉了，因为男装都很丑，不是我说的，没有吧？男装也有好看的男装吧，只是我觉得丑衣服也是不分性别，这样讲好那个，我觉得丑衣服是不分性别的，有蛮多丑衣服都是丑 T 恤，丑 T 恤就没有性别问题了吧？对，男装也是有好看的啊，只是就是还是要研究一下穿搭。对，只是我想可能我不知道啦，我觉得可能蛮多男生不会在社会上特别被要求一定要穿得很好看，所以就算了，就随便穿。虽然我自己平常没有什么特别的事的时候，也是穿得蛮随便的，我可能没有资格批评别人，但是毕竟不会有人就是很唐突的指教我说你穿这样子怎么见人啊？你去上班怎么不化全妆这样子？顶多会说你去上班怎么不刮胡子，但是不会有人说叫我上班要化全妆这样子。美丽的外表，你的外表啊，真的哎，字面上的意思哎，是美丽的外表没错哎，对，好哎，
偶尔也会看一下自己的练的如何啊，偶尔也会揽镜自照，看一下自己的身体练的怎么样，是不是？但是不要忘记自己是哥布林，干嘛这样？干嘛这样？回到家看到妆还是完美的，心情会很好哦，真的耶，真的耶，真的耶，代表你这一路上就是出去的时候，你的妆都还在，没有花掉，就是你精心就是准备的，算准备嘛，就是你精心化的妆，没有那叫什么？没有被一些不可抗力或是有的没有的因素破坏嘛？对，可以理解，完全可以理解。穿搭应该列为国民基本教育。穿搭我知道课本里面有啊，大家有看过网络上那个图吗？就是好像有什么家政课本还是什么课本，里面有教就是怎么穿搭，但是这个看起来好像不是很符合大家的审美耶，怎么会这样？目睭那是为了水的一直金金上，有样，真的，我也觉得眉毛好难画啊，我也觉得眉毛超难画的。虽然我与其说是画眉毛，比较是要把它修掉。对，但我觉得修眉毛好难，这个也是我一直学不会的事情。虽然我学不会的事情很多，就是比如说日语也是一直学不会。男性除了没有什么被要求好看之外，就是不太会哦，对，也不太会称赞彼此好看呢。确实，如果对啊，如果我突然称赞哪个男生很好看的话，他可能会误会，就是他可能会觉得我不是异性恋，也不是说这样不好，但是可以不要擅自误会嘛。对，我表达的应该还可以哈，就是为什么一般的异性恋男生好像没有办法接受互相称赞好看，但是好像一般异性恋女生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这就也是可能是社会塑造给大家的一个习俗嘛，就是塑造的一个习惯就对了。对啊，我也喜欢看好看的男生啊。虽然我有出柜跟大家说我是死异性恋，但是我也喜欢看好看的男生啊。但我又对，平常不太会就平常不太会跟当事人讲，好像没有这个习惯。对，叫我写文啊呢。对，是这样没错，是这样没错。如果我一直说哪个男 V 很帅气的话，对，你们就会叫我自己去写文。你们倒是写啊，别叫我写，你们倒是写啊。被称赞会以为兄弟，对啊。虽然好像女生称赞女生漂亮比较不会有这种状况吧，应该比较不会吧，至少根据我对我身边的人的认识，我的猜测就是对，就是不一样，男女是不一样的。南洋风气是不是一种反扑？你是说有一些，你是说现在有男生就是也会把自己穿的就是漂亮，或是比较符合大众认为就是女装这样子，然后好像在网络上有很多也是异性恋男生，但是就是会不吝于夸奖穿女装的男生，是这个意思吗？我不确定这算不算一种反扑兄弟你好像是当今异性恋男性互相称赞中最大的突破点。可是我觉得比较常听到这句话的那个情境，我觉得会说兄弟你好香的这个情境，好像比较多是在就是虽然我不是很想要贴上性别上，我不是很想要在穿着打扮贴性别化的标签，可是我觉得这样讲比较快，我就这样讲咯，就是好像这句话会出现的情境比较多是男生穿女装的时候，而不是单纯一个男生就是很好看、很帅、很符合男性外表，就是大家期待男性会有的好看外表，好像不是在这个情境下说兄弟你好香，或是兄弟你好帅耶。所以会不会就是这个情境下，其实就隐含了这个男性还是会比较是受到好看的女性吸引，然后其实还是没有称赞到符合比较传统的阳刚气质的这种男性外表呢？就是看到阳刚的帅哥的时候，好像不会说兄弟你好香。我是这样想哦。OK， 伊藤绿茶的意思是说，大家已经开始就是不歧视，然后会称赞阴柔面的美，但是阳刚面的话就还没啊。那我觉得有道理，对，就是对于穿女装的男生说兄弟你好香，也不一定会被直接贴上哦，你是不是同性恋或双性恋这样子的标签。那我觉得有道理。
哦，安比较不能接受气味，但是比较不计较穿搭。猫猫卡爱也是不能接受，尤其超重香水。对啊，就是臭臭的味道加上超重的香水，不会变香哦。臭跟香是不会互相抵消的哦，它们会加在一起，变成一种全新的味道。风铃安，阿峰阿曼，欢迎你来。我今日有水无？啊，敢有水？欢迎，我今日做高水。家己讲，这家己保袂超车还是看脸，就是颜控，没事啦。就我觉得大家就是喜欢的，怎么说？大家就是，我觉得每个人习惯接收美的管道都不一样啊。就有些人比较会在意气味嘛，就是会，当然就是包含那个，就是觉得美或是觉得不舒服，可能都有。但是对有些人比较在意气味，然后有些人比较在意视觉上，可能是脸或者是其他地方的美感。那有些人比较在意声音好不好听之类的，这个都当然都没什么。对啊，声音可能不能改变啦，就是对你如果嫌别人声音很难听，他也不能改变，所以我们还是要尊重，不要这样人身攻击。但如果是就是味道比较会让大家觉得不好闻的话，就可能可以上网找一下什么方法可以把它移除掉，对，把那个味道移除掉之类的，可以找找办法，对，就是的。仔细看才发现有吊坠式耳环，对啊，我很喜欢吊坠类型的耳环我其实蛮喜欢，怎么说呢？就是垂下来会晃啊，讲得好那个很不会描述，讲得非常没有美感。就觉得这种会摇晃的，就是很吸引目光。对，我不知道这样表达有没有传达出去。我就是对我很喜欢，就是对。嫌声音难听就可以抖那150块闭嘴。对，是这样没错。对。对啊！你们如果觉得我声音很难听，然后还这么搞威，一直讲，很烦啦。想要只看我那个美丽的外表，不想要听我啰里吧嗦的话，可以抖150块让我闭嘴30秒啊！如果你觉得30秒不够的话，就多抖一点，好不好？谢谢大家。谁敢嫌声音难听？嫌就嫌啊，毕竟是我自己说，也希望可以有一点酸民的，又没关系。酸民要酸就让他酸。会晃的东西会吸引目光，是因为想要定住它。我觉得有点道理。对，除此之外就是会动的东西也会吸引猫咪的目光。对，就是如果对啊，好像会耶。如果是就是绑头发，然后头发晃的时候，或者是身上有，也不一定要到耳环耶，光是有拉链会晃，那个有时候猫咪看到就会出拳的。至少我家的猫是这样子，请他饶了我。谁敢嫌声音难听？讲话难听比较合理，这倒是。对，可是今天没有特别要那个，没有特别要讲话尖锐，还是要批评时事对，今天没有要讲话难听，好不好？那虽然有时候实在是藏不住，就是那个没气质的部分。你们要献组骑士团，如果谁讲声音难听，就要出征他，也不用这样。你们可以就是告诉我，就如果好，很唐突。对，如果大家有看到，就是我有遇到酸民，有人在骂我还是怎么样的话，也不用帮我出征，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我自己也没有特别喜欢，就是我知道很多粉丝就是会想要保护主播，就是会看到自己就我觉得这也是人之常情，就是看到自己喜欢的推被攻击的时候，就会想要跳出来讲话，帮他说话。我觉得当然可以，这是大家的言论自由，所以大家想要这么做也可以。但我个人是觉得不一定要这样子。如果你们就是对，不用特意为我这么做，但你们要为了自己这么做的话，我觉得完全没问题。不过你们可以标我，或是传给我看，然后如果我想的话，我就会去用一个非常无聊的复制文句点它。对，我之前最喜欢做的这件事情，对，我之前就因为那个 YouTube 的后台啊，就是如果大家有留言的话，它都会跳出来，对，都会让我看到。
对，所以如果有那种就是来者不善的一些酸民留言的话，我就非常期待拿无聊复制文贴到他脸上，然后我就觉得很快乐，我的快乐就这么无聊。不要为了对，不要为了我吵架，不要为了我打起来，不要这样，我不想看你们这样。说的很好，但是知道意大利面要办，对，就是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耶。那你知道意大利面要办42号水泥吗？好爱讲这种东西。好，可以去那个台语文图书馆找文。真的耶，我目前贴的复制文好像都是中文的，不过之后我可以来贴点台文复制文，是也不错。那个塔斯卡鲁阿内甘姆，这样有吗？这样有吗？好。我发现现在丁选的留言是不说话就好有气质，我是不是应该闭嘴一下，喝一下水好了，喝一下水。我的水嘞。突然跟大家讲话的时候不小心讲太多啊。喝水 ASMR。好想再换衣服哦。脸皮真厚，直接跟大家要钱，好想换衣服哦。好啦，没有逼大家量力而为哦，大家还是要留钱吃饭哦。好，我想一下刚刚还有想到什么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有，就是我们的上一个定选留言，虽然现在换成不说话就好有气质，但是我们的上一个定选留言是那个嘛，体验到了男性凝视。体验到了被男性凝视的感觉，真的会耶！就是之前就是穿的美美的出去晃的时候，对，就是大家远远的看，可能就觉得是可爱的女生，但自己讲自己可爱，脸皮真厚，对，那可能因为这样就比较敢盯着看，为什么呢？那大家自己去找答案，对，就有啦，有体验到啦，有体验到。小姐一个人吗？还好那时候不是一个人。对，我想一下我有一个人，好像大部分就是穿成这样在外面晃的时间，好像大部分都不是一个人，就是了。对，因为好像也没有特别为什么，好像没有特别为什么。对啊。然后我想一下那时候在什么状态下是在学校的那个学校的活动。然后就是有穿成，就是就穿成这样子在学校晃，对，然后就有一些人就是在那个稍微有一点距离的时候，突然认不得，太过分。对，难得变得就是特别美丽就认不得了嘛。声音应该还是认得出来的哈。你有留过言吗？还是你之前都是有在看，但是没有说话啊？我可以叫你索尼娜吗？索尼娜晚安，欢迎你来。这样好像，之前你有留过言吗？我好像对你的名字有点陌生。对，刚刚讲到哪里？就是之前就是穿的漂漂亮亮在外面晃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人就是在一定的距离以外会就是。对，会以为我是女生，但是就是到了一定的距离下，就会发现好像不是。对，然后就会听到，就是他可能就会转头跟旁边的人议论之类的，然后就有听过一些什么说什么哇很美哦之类的。你第一次看我直播啊？原来如此啊！所以之前是看到影片或者补档是不是？原来如此，欢迎你来。你好，所以平常我有时候会讲一些第一次是双氧水那次原来如此，所以你是从双氧水那边知道我的吗？不过我平常的影片或者是直播还蛮多时候是讲台语的，对，我还蛮好奇，就是我讲台语的话，你听不听得懂呢？对，因为我知道台语跟福建话蛮像的嘛，对，我知道就是如果会。但是听有福建话，可能就听有台语安尼，所以我不晓得。对，但是就是顺便跟大家分享，我平常开台可能也会讲蛮多台语的。对如果听不懂的话，可以问我的聊天室朋友，就是他们台语也都蛮好的，所以可以帮忙翻译一下。
好，继续讲到哪里啊？对，反正就是那样子。对，反正就是有些人在那个比较近的距离的时候，对，就会发现我好像是男生，对，然后就会转头说一个哇很漂亮哦之类的啊，不是，怎么会觉得我听不到？我当然听得到。对，所以虽然好像我是觉得还好，但是就是如果以后大家有看到，就是好像有男生穿得很漂亮的话，那个你要偷偷议论人家，可以小声一点哦，可以避免自己的尴尬，好不好？我讲台语你听不懂，好吧？那就只好我讲台语的时候，你就只好问一下聊天室了，对，或是听很多，说不定就可以慢慢听得懂了。我不晓得，什么男生也可以很漂亮啊？对，是没错，但是那个语气就是对，听语气就可以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意思。对，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次被议论也是很有趣哦。突然在讲那个被人家议论的经验，对，就是有一次好像是就我也是穿裙子，然后要去搭捷运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一样是附近有人就看到，然后这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这是少见多怪嘛。对，应该也不一定到嫌弃啦，我觉得不一定到嫌弃。但可能就是觉得很新鲜，有时候我们一直都有观察到这件事情啊，就是有一些人对于比较少见的事情或是少见的人，就会没办法压抑住那个想要议论或是想要多讲2句话的那个心情。比如说，听说我听那个我的女同志朋友分享的啦，就是如果他的朋友知道他是女同志，可能就会问他一些私人的问题，对，比如说，就是你通常不会直接问异性恋的问题，对，比如说女生跟女生要怎么做某些事，对啊，我觉得这完全就是出于一个少见多怪，对，就是可能平常没有机会知道这些事情，然后有机会知道的时候，出于这个求知欲，然后控制不住，就是没有把握一下那个可能礼不礼貌这件事，然后就脱口而出了。对，没有要帮他们洗白，也不是说洗白，就是没有要说这样是对的，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但同时我也大概可以理解，就是为什么会这么做，但还是不要这样。对，或是问女同志哪一边是男生哪一边是女生这一类，认真想想可能有点失礼的问题。那我觉得会这样，就是因为没有体谅到对方可能被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会不舒服，对，所以就我觉得一部分也是就是我们的教育给大家的知识还不够普及，导致于大家就是一方面也不太有那个意识，就是不太有那个意识说我问这个问题可能是失礼的，然后一部分也是没有早就知道答案，所以才会一直到处问。虽然我觉得你很想知道答案的话，你可以 Google， 你不一定要去问活生生的人。毕竟你问活生生的人，每个人的生命经验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只是想要一个比较 general， 就是比较广泛的，就是大概会是什么样的这个描述的话，你可以自己去 Google， 可能比较不会冒犯到人啊。对，少见多怪或者就是犯贱，我觉得这样说也没错，就是可能有一些人他认真想一想的话，他其实知道这样很失礼，但他就是管不住，或是他就是没有认真想一想，对。那就会发生这种事，对。福建话会突然听不懂，对啊，就是我知道那个其他地方的福建话跟台语还是有蛮多差别的，对，我之前好像也提过几次，但是就是因为我有朋友知道我很喜欢听台语歌，对，然后我的朋友听的歌跟我可能就不一样嘛，因为这大家有自己的演算法，每个人的演算法都长不一样。然后我有朋友就是可能听的比较广泛一点，然后就有听到就真的是其他地方的福建话的歌曲。对，我不确定，因为我没有认真去查那个团体，所以我不确定是中国的福建话还是马来西亚福建话还是说不定是菲律宾，我也不晓得。对，那总之就是有听到跟台湾跟台语很不一样，但是又可能听得懂那个3成或是最多5成，真的蛮酷的。对，就真的会知道是不一样的语言耶，真的听不懂耶。所以就算会讲福建话，但是听不懂我的台语，我觉得也是合情合理的。第一次听完全没有反应过来那是福建话，原来如此。福建话跟台语差超多我不太确定福建话的变体到底有几种。之前是在大学读台语文相关的课的时候，
就是有交换学生是马来西亚来的，对，然后那时候好像没有请他讲他自己家里的或更为，但是那时候就有听到有很多东西真的差很多，像我们的锦能沙的那个能，我们的锦能沙那个能，好像他们讲起来会像 no， 好像我不确定我发的音正不正确。然后就是如果你只习惯听台语的话，你听起来很像5，但是不是5哦，那是2，对，就蛮特别的，蛮特别的，对。然后好像有很多用词都不一样，对，菲律宾也是讲狼威嘛，对他们好像是把它称为狼威，对，就真的很多词会很不一样，对。安是跟男生开始讨论他们的生理现象，然后朋友就直接问你一些女生的难搞问题，然后就讨论到笑到翻过去啊。对啊，我觉得其实不一定不能问，但我觉得这种问题可能是你们确定是很好的朋友，然后你们真的清楚知道，就是彼此聊这个话题是舒服的，是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的话，才比较可以这样聊。对，因为确实我也是，就我想一下我可以讲多少。就我觉得交流知识本来就是好事啊。对，那有一些，尤其你想要问生命经验这种问题，就是有一些事情呢，就是只有你的生理性别会知道，那可能跟你不同生理性别的人，顶多只能知道，但是不一定能体验到。那如果是因为这样子想要互相问问题，还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当然都没什么，对，只是有些人就是会明明不熟，然后还问一些大家不会预期还没有很熟的时候就被问的问题，就有点尴尬了。对。高 K 嘛是安尼讲哦，no 哦是讲 no 哦，原来如此，对，我对各所在的腔口吼算是无讲真正足熟悉因为我其实较无咧读册。要安怎讲？我知影有诶用台湾话做，我知影有诶用台湾话做创作的人，就是拢会甲台语的做者幼路的物件，拢研究甲真要安怎讲？真深啦，真深。其实吼，我要安怎讲？好啦，我面皮会厚，我就直接讲吼，就是我真正较无咧读册，所以有足侪较硬、较专门的台语本身的知识，我可能是真较无够。毋过我知影我较敢讲的吼，我较有自信的所在，就是我用台湾话做足侪有诶无诶543会出头，所以这嘛是我的优点吼，就是我的迄个对台语的知识吼，毋是上厚的，毋是上朴的，毋过我会甲摕来做一寡可能新鲜的物件，可能趣味的物件，可能大家无想过毋捌看过的物件。上无我会拍拼做这方面的代志，所以大家若有爱看就会使支持哦。若嫌我台语吼，讲毋对，还是讲了无够正的，拢会使甲我指教，我人家做欢迎，会使直接留话甲我讲，免烦恼，就互相斗开求进步安尼，相对被剥夺感的时候，都没想到自己的身份跟对方挚友的身份完全不一样，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起相对被剥夺感的时候，相对被剥夺感。好，阅读能力不够了，毕竟我没读书，毕竟我没在读书。天哪，我皱眉好可爱哦！开始脸皮越来越厚了，自己讲，你不觉得我觉得我皱眉超可爱的，再皱一下。开始可以理解有些人喜欢看美少女困惑的表情或是困扰的表情。哇，感谢爱因丽丝的降落！天哪，天哪！欢迎爱因丽丝，欢迎爱因丽丝带你的观众们来看我的台。对，我刚刚在唐突自恋被发现了，欢迎欢迎欢迎！对，我今天是美少女，虽然我平常不是长这样哦。有降落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花季林的网楼喝醋边，我是陈火蛇。平常开台的时候，好吧，都做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事，对，比如说
穿得很漂亮，然后一直说我很可爱，请给我钱，但是也不止啦，也不止，不是真身，不是真身，真身是那个箱子，帅哥跟美女都是骗流量用的，那个都不是真的，对。欢迎来看阿纪，对对对，我是花纪哈啊，你也当叫我阿慧，买当叫我阿纪哦。好，唐突自恋，哦，牛的台文怎么拼？对，牛很难念啊，牛那个对很多人来说都很难念啊，不，自我介绍还没完，对不起，对。阿胆也是可以的，拿你没办法。虽然感觉就很不顺呢，也可以叫胆呢，胆呢，对，好像也可以，但可能姓陈的人比较多啦，所以就不一定知道在叫我。你不信，你这个才是真身。好，没关系，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相信的。对，大家有这个骗自己的自由，完全尊重大家。话是这样讲的吗？不要叫担当哎啦，不要啦，搞得很像我常常去一些那个有的没有的场所，没有哦，我都是在那些场所服务你们的，自己讲。对啊，英直播辛苦了，欢迎，感谢你带大家来看。什么 A 不是，什么不是？吴哦，我是不是？我也不好念。对，挂的发音也是很多人不知道是歌开头，就很多人的那个挂都会讲成哇，对，所以对啊，所以去有的没可以看到阿纪，好像没有之前在这种有的没有的场所服务大家的时候，都是以这个阿慧的形态在服务大家，就是那个人形化。就不是啊，就阿慧就会被一些人觉得看起来好像很轻浮，可能没什么料啊，就可能就是一个以外观就是吸引大家而已的男性花瓶主播，但是这个阿纪的外观好像还没有被这样说嘛，对不对？应该吧？你们觉得阿慧看起来很轻浮，但是阿纪应该还好吧？不可以这样说美少女阿纪看起来应该人模人样哦。考虑日本的男生打扮，你是说就是变回男生形象的时候穿成这样吗？钱不够，宝箱怪是这样运作的，钱不够，魔力就不够，魔力不够就变不出想要的东西。对，对，非常的残酷。阿纪比较漂亮，期待可以收到阿纪的影片啊！真的假的？这可以讲吗？这个要先保密吗？这个如果不用先保密的话，你是可以偷宣传啦，我是可以多讲一点，但我不知道，我都是那个习惯神秘秘的，所以好的，对，就是会有影片的部分，你想要阿纪是吗？知道了啊，真拿你没办法，好，那就用阿纪的美貌来，对，可以宣传好。对，就是爱因丽丝，就是有准备要做一个圣诞节歌会，对，圣诞节的算是接力歌会，对吧？然后到时候我会参加，对，我们已经有先怎么说，我有先抢位置了，对，毕竟很努力想要蹭流量，已经有抢到位置了，对，所以到时候就请大家记得要先，对，我知道，我们要确保大家不会忘记，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请大家务必先订阅爱因丽丝。等一下，我一定要把他的那个频道连结贴上来。对，来，不算接力，就是集中都是在爱因丽丝的频道，对，是在爱因丽丝的频道的一个完整的节目，对，但是会请到不只有我，就是会请到VTuber 朋友们一起来共襄盛举。应该这样说比较对，应该不算是大家听到接力会想到的不是那种接力，对，全部都在爱丽丝那边，对，所以你们如果不想错过的话，我先把这个连结贴上来了，然后置顶了，请大家点进去订阅，然后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这场直播了，然后到时候也会在那边看到我哦，请大家务必去，大家刮回本店，对，没错，连续2天直播到一半告知好消息。毕竟我是那个嘛，
毕竟我才不是什么轻浮没料的主播，我是很有料的，所以一不小心就是那个料就会讲出来，这也没办法啊。因为偷偷准备以及就是刚好被别人邀请到的事情，就是都刚好都蛮多的，然后刚好都还没讲，所以就刚好提到的时候就会突然爆出好消息啊。对，很期待哦。好，请务必就是讲好咯，说好咯，约好咯，请务必订阅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哦。对，一定要。好，讲到哪了嘞？2天的突发告知都是歌啊，是这样没错，而且好像都是 cover，和佛心店家泡芙一不小心就会掉出料，真的有那种很莫名其妙的佛心店家，然后就是不知道什么料都装超满的，也不一定是泡芙啊，有时候可能是什么我不知道啊，我随便举例，什么可丽饼，对，还是什么饭团什么的，料太多就一直掉出来，对不对？对，就像我吃太饱，然后嘴巴一张开就会喷，不是。虽然有些人的兴趣比较特别，但是我没有要走这个路线，请大家不要误会，谢谢。我对这个没有研究，真的没有研究，真的没有。很符合我的个性，一不小心就露馅。我在你的心中形象是这样子的吗？好吧。阿纪的动态比阿慧高级很多，为什么呢？我还在想，你说到动态就让我想到现实动态，然后说到现实动态就让我想到 Instagram， 这好像双氧水会讲的话，我可能有偷学到一点，对，就吐个口水就好。你再想想，要吐口水的话，我想那个400块的骂你，可能有比较符合这个方向。虽然我原本在骂人里面没有想到吐口水，但好算了，好，对，我知道是不一样的动态啊，我就刚好想到，我真的觉得我现在自己越看越漂亮，是不是应该在 IG 上面多经营一下？是不是应该在 IG 上多发一些美丽的照片，或是一些美丽的影片，骗大家来看我的台？大家就想说，哇，美女耶，然后来看台就啊，那也是查甫耶，不知道啦，不知道会吸引到什么样的人，但我还是可以，就是在 IG 发的内容还是可以讲点话，可能大家比较不会有这种被骗的感觉，我不晓得。欲吐又止听起来很那个，听起来很不舒服就是明明快吐了还要把它吞下去哦，感觉有味道，我不要。阿纪造型有利于推广台文，老实说，对。谁不爱看美女啊？我懂，对，但对啊，但我想2026年应该至少我感应到啦，我感应到2026年又会有不少帅哥美女主播要出道了嘛？对，我说的帅哥美女主播就是特别是指有好像会台语或是会台文，好像都会的这些主播，好像准备要出道了，对不对？可以期待一下。对，就是虽然我还是可以用阿纪的造型骗大家，对，但是除了我之外啊，好像也会有其他的美女呢，来跟大家讲台语呢，好像不错耶。Lim 你自己打一个问号，那个为什么要怀疑自己？有自信一点好不好？还是你没有要那么快出道？快点啦，出道啦，拜托，我想看。较拼，不能只有我也要休息，请大家就是我的愿望之一，就是希望对台语帮，没错，对，我没有办法一周开7天，好不好？我没有办法一周开7天都跟大家每天讲台语，所以希望愿意讲台语的主播可以多出现，然后最好是可以刚好来交个朋友这样子，看能不能那个每周这样轮班，让大家每天都有那个台语美丽或帅气主播可以看，这样不错吧？哇，周米晚安，对你好，我是美丽的人。阿纪你爱我吼，是你不甘嫌啦。另外拍谁？台语企划很少，我自己也是啊，我自己也是在冲那个收益化这段时间，因为想要多一点时数。然后残酷的事实就是，我现在才发现欧拉夫怎么没有扳手啊？欧拉夫怎么直到今天都没有扳手啊？这样好像对自己的老爹说不过去。现在有了，
看亮大姐姐哈，嘿，如果想要更多漂亮的话，我们这个500块不对，不是500块，600块可以换衣服哦。今天还要准备另外4套造型还没换到，自己讲话看着自己很漂亮的样子，还是有点害羞，怎么会这样？不孝子，这个行孝不能等，那就现在改了，现在有了，好，讲到哪？台语企划很少，对啊，就是我之前想要冲收益化的时候，也是台语相关的企划比较少，就残酷的事实就是全台语的台好像同阶还是比较低一点。对，可能毕竟有些人没办法听懂全台语的内容，所以就会转台，这也是没办法，这也没办法。你有扳手可以干嘛？就是有人讲你坏话，你可以把它没有啦，要照台规啦。就是如果对啊，其实有扳手也不是什么好事，有扳手就是那个免费帮我管秩序而已，没了，没有别的好处哦。有了扳手就是你看到有人在伤害你儿子的时候，如果你于心不忍，就可以把它 ban 掉，就这样。如果你看那个其他人伤害你儿子很开心的话，那就开心吧，我也不能怎么样。对，欧拉夫老师可以用扳手打死你们，没错，没错。好，对，台语帮拿标签贴身上，你是吧？你是吧？你肯定是，伊里肯定是。你可以 ban 阿玲吗？好像可以耶。请按照台规，他没有做违反台规的事，不要乱 ban 人哦。乱 ban 人的话，我会把你扳手拔掉。丑话还是先讲一讲，应该不会这样吧？大家应该都很就是对，大家都是有判断力的人。好，我觉得比起阿玲，可能林奶比较要担心自己乱讲话呢。林奶啊，我看阿玲是林奶足久哦。无法出道到北部之后台语忘光哦，可能没有那个环境是吗？没关系，现在有我们台语帮，如果我们台语帮可以顺利的，就是1周7天，让大家每天都有台语的频道或者台语的节目可以听的话，应该多少可以泡泡耳朵吧？对，我的其中一个目标也是这样子，让大家可以多听一点。对，扳手一起抢他开敲，这是围殴吗？一群人拿扳手围殴特定观众，好不友善哦，怎么那么恐怖啊？还是要敲我？不可能吧？你们。不可以哦，不可以。好，讲到哪？对，反正就是之后应该还会有越来越多台语的内容嘛，就是因为毕竟过收益化了，所以就要回归一下初衷，就是时数也冲够了，所以还是要做一下自己就是真正原本想要做的计划啦。所以之后应该台语相关内容还是会多一点。如果你们觉得我有讲到没，就是如果我虽然这样讲，但是你们觉得我好像没做到的话，可以提醒我。对，如果你们觉得我的台语内容好像还是有点少的话，也许我自己就是有时候为了吸引流量，还是会忘记要多做台语内容，是可以提醒我。对，如果你们想要多一点的话，再跟我说。台语帮有谁哦？只要你愿意拿起这个标签贴到自己身上，然后确实有在做台语内容的话，就可以算啊，就可以算。魔鬼骇客黑粉需要一群扳手打一个人，有可能啊。有些人如果会开很多，如果有人会开超级多分身账号的话，就是出现一个敲一次，就有点需要扳手围殴吧。我想可能是这样。骷髅刚刚去上语言课哦，欢迎回来。你是上什么语言啊？你是上台语以外的吗？如果你想要上台语课的话，可以叫我讲台语。好。阿玲有 C2 跟教学前，哇 C2 哦，好高哦，我没有考过 C 卷哎。阿玲要负责量产台语帮吗？可以啊，蛮需要的。只有在骂人的时候出现台语，我好像还好哎，我好像没有特别会用台语骂人。我用台语都在干嘛？我用台语都在做一些有的没有的，也不错。扳手是强制出道的部分，没有啦，是确实准备要出道才会把扳手丢上去啦。对。欧拉夫要出道吗？要吗？欧拉夫，你要出道吗？不要锯我的脚，谢谢。拔，不要锯我的脚，拔。好。上德文，哇哦！准备德国留学，月底怕考雅思会搞混哦。你是怕那个学了德语之后，就是德语跟英语就会混在一起？的确，好像很多人学语言的时候有一个困扰，就是学太多语言，结果就会搞混。确实。
欧拉夫是团体出道，该个人活动一下，是这样子吗？强迫单飞，请他给我出来飞。不行啦，友善一点啦！人家平常画画已经画到熬夜都不睡觉了，不要逼人家出道。对我那个都是讲讲，没有真的在逼大家，好不好？对啊，德语蛮酷的耶。我不会德语，我好像不会。我到底会什么语言？我就会中文、英语、台语啊，没了，没了。你在质疑我有没有逼大家出道，是不是？我都是鼓励啊，哪有逼？我都是好言相劝啊，就是自己当 VTuber 当得很开心，这个开心不能只有我享受到，所以我才要邀请大家一起来，请相信我。提醒大家，只差一个300就可以看大风车了，哎，真的耶，真的耶，真的耶！你们想看大风车吗？居然是想看大风车吗？我觉得比起大风车，不是换造型比较有看头吗？或是这个新婚三问。不过我很意外，没有人选倒立耶，果然倒立没什么吸引力吧？除非是特别爱看脚或是爱看腿的，也不是不能理解。有些单词讲习惯了，就会不记得中文，只记得台语。哦，真的耶，我也会哈。什么是大风车？就是一直转圈圈啊。之前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之前的街访不是有吗？之前的街访不是有一集是就是长片的街访，也只有一集。之前长片街访不是有人说受不了什么样的主持人，受不了会大风车的主持人，然后就现场表演大风车。你居然没看那一集吗？平常就在倒立了，所以没差。有道理耶。可是美女倒立跟帅哥倒立不一样吧？德语就是照着规则走，一板一眼，只是规则很多。哦，对啊，我记得德语是怎么说？你看到它的单字，你一定可以确定它念出来是什么音，不像英语就不一定。英语不是有什么自然发音法？对，但是那个预测会预测错，就是英语没有一个唯一规则。哇哦！你的爱，让我感动到强要哭出来。天哪！感谢骷髅的300元，我们真的要大风车了耶！对，那我们等一下关台前一定会有这个大风车给各位。然后因为是300元，我就把它就是300元，我们就是那个等于是讲2节，很像什么讲几节，听起来很像什么服务？我知道按摩之类的，对，或是对，就是我们就认知它是2节的，脸红看着你不讲话，我们来脸红看着大家不讲话1分钟，好害羞哦。好，什么叫做现在就是要讲冷笑话让主播破功的时间？不可能！我自己这么爱讲冷笑话，我自己对冷笑话的抵抗力肯定也是很高的，好不好？不要怀疑我。对，平常都在讲冷笑话的人哪会怕冷笑话嘞？哇，所以我们大风车直接达标怎么办？好啦，我们等一下一定来大风车一下。腊肠狗的英文是 Doug， 这个我已经很熟悉了，我已经很常讲这个笑话了。再来点新的，1分钟太短了，是不是不够吗？还不够吗？还不够的话，可以多来一点。对，哇，这就是练财的感觉吗？自己讲的有点不好意思，但是不行，要钱怎么可以脸皮薄嘞？街坊是怎么可以吃吗？没看过，太过分了吧？
哦，原来1分钟太短了，是来不及打冷笑话哦。我还以为1分钟太短了，是觉得那个我脸红盯着大家看太可爱了，不够看。结果不是吗？居然不是吗？我没有嫌笑话太老，我只是说这个笑话听了比较多次，很熟悉。这个老是很熟悉的意思，不是说这个笑话过时了。这个笑话应该是应该没有很老吧？什么意思？不会讲冷笑话，但知道一个笑话。什么东西绿绿的有毛很大只4只脚？不是撞球桌吗？撞球桌吧，应该是撞球桌。今天大家在比赛讲冷笑话是不是？好，看谁能让我笑。小明生病去看医生，医生说喉咙发炎，然后喉咙说还好。我知道，小明生病去看医生，然后小明的妈妈很担心小明就是看得怎么样了，所以小明看完医生之后，小明的妈妈就问说。医生怎么说？小明就说 ：“Doctor。”谢谢。有一天谢欣在上历史课，老师啊，不对，你可以断句一下吗？有一天谢欣在上历史课，老师问谢欣说：“曹操在赤壁之战中死了吗？”谢欣答：“还没过世。”好，不是。好，我知道有些人好像蛮喜欢这种类型的题材呢。撞球桌对啊，这不是那个什么吗？什么东西红红的，然后吃了对牙齿不好。砖头，这个我最爱讲的笑话之一呢。什么东西绿绿的有长角？成火蛇啊！不然还有什么？你还有什么答案？不是，你现在是说我是一个笑话吗？什么意思？阿酸？天哪，没有付400块，但是还是要骂你啊！哦，不是在说我是个笑话。绿绿的有长角，加纯。谢谢倒赚400，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太阴险狡诈，这个可以 ban 掉了吗？我觉得 ban 掉是奖励呢。好 ban 他300，真的假的？你们真的 ban 他300，我不会阻止你们哦，我不会把你的扳手拔回来哦，因为我觉得这样很好笑。天哪，我什么时候会变成了这种会为了做效果随便就是允许人家乱编人的主播呢？算了，我毕竟本来就是个随随便便的家伙，所以。好，随便啦，随便啦，好，那个在表演大风车之前，再给大家一点时间，看有没有人想要让我换衣服的啊？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那我想一下，我今天要开多久啊？不知道今天要开多久，还没想好我还没想好。但是我，到底要开多久呢？什么叫 People Vanish？ 人不见了 ，People Vanish， 随便啦。欧拉夫真的把他 ban 了吗？真的假的？还没有要唐突关啦，那个。我觉得那个很好笑我的笑点是不是有问题呀？我觉得阿玲讲的这个很好笑。发现在人中下面那个器官里放入进纳剂。谢谢，太好了！我们今天学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知识。大家如果在人中下面那个器官里放入庆辣鸡腿堡的话，会非常舒服哦。还有原文哦，真的假的？什么？我笑点低，居然说我笑点低，太过分了！我才没有笑点低嘞！感谢你，我感动到强要哭出来！哇！
白沙，东湖白沙，晚安，晚安，晚安！哇，太感谢了。虽然其实已经达标了，因为我们有一位朋友的300元是从绿界抖进来的啊，我一样把它算进去，所以刚其实是有达标，但还是感谢你的300块，太好了，感谢你的300块。对，我们等一下是真的可以看大风车，就这么想看大风车吗？拿个点心回来发生什么？没有，就刚刚听到一个太好笑的笑话了，但是我觉得同样的笑话讲第二次可能就没那么好笑。对，但我刚刚真的有被笑到。对，好，谢谢。啊！救命！好，对，对啊，等一下大风车了，太好了。有要再换衣服吗？没有的话，我们就留到下次哦。他真的被 ban 完回来了，真的 ban 他，好狠哦，好狠哦！欧拉夫老师心狠手辣。感谢你的爱，让我感动到强要哭出来。哇！天哪！等等哦，我要打开我的绿界，学会啊！我又要再登录一次，好烦哦，绿界。等我一下，我登录一下。请那个想看大风车的朋友等我一下下哦。我居然输错密码，怎么可能？我居然记不得自己的密码吗？手指没按好。哇，谢谢阿酸今天凑整数给我。今天刚收到的是阿酸赞助的60元，60元。哦，我今天的总收入变成讲不会话。我今天的总收入变成整数了吗？我要怎么看到我自己的总收入？今天效果很足吗？奇奇怪怪的效果好多，怎么会变成这样子？连 ban 人也算是效果的一环吗？天哪，我皱眉怎么那么可爱？你们不觉得我皱眉超可爱的吗？好，原来这个手很辣，所以亲手画出来的角色都这么辣，有道理。居然是不用网页记忆密码的，对耶。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不用网页记忆密码呢？是你抖的钱变整数。感谢阿酸的抖内，感谢。那我想一下哦，我想一下，我们是要准备大风车了吗？我们好像可以准备，不要再皱眉了吗？什么叫脚具不完？哦，皱眉大家会太喜欢，是不是？阿酸今天花费500整你这个500，这样我们是要倒立5分钟哦。应该不是这样算的。好，感谢今天收到好多钱哦！我的天哪，这就是长得漂亮可以做的事吗？真的可以这样吗？我可以常常开练财台吗？我可以这样哦？真的假的？这个常常开是不是会被骂？这怎么这么快乐？这怎么会？我可以多开吗？我可以常常开这种，大家给我钱我就满足你们的愿望的台吗？长得可爱就可以为所欲为吗？可以啊，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养猫？学起来了，长漂亮可以赚钱，好像没错。一周开8天的练财台，好过分哦！完了，白沙爱上我了吗？完蛋了！不要太迷恋我，不要太迷恋阿纪。阿纪是偶尔才会出现的，好不好？好啦，那好，我是觉得啦，那个，除了我需要休息之外，大家的钱包可能也需要休息，所以我们不要开太久好了，开太久好像对大家有点太过分了。那我们还是这叫什么？见好就是收女婿吗？我已经在你心中变成女儿了吗？这就是生儿育女对吧？刚生出来的时候是儿子，养着不知道为什么就变女儿了。欧拉夫好会生儿育女哦。
真的假的啦？真的在排队哦！我的天哪！等一下，所以中间那个欧拉夫是会收门票钱还是怎么样？是这样吗？是这样吗？练财泳池台是不是一种失恋？差点讲很危险的。练财泳池台是一种失恋，那喜欢看练财泳池台的是一种恋，这个不能讲。好，果然不能讲，果然是三姐妹，确实不一定啊。我们如果真的要组成那个漂亮女孩团的话，伊里应该也会来吧。如果要组成漂亮女孩团体的话，伊里应该逃不了齁。好，我们看有没有机会，对，我们到时候安排一下，好不好？我知道不能讲，好，所以我没有讲哦，不是我的问题，奇怪，又不是会了呀，今早怎么就讲成这样子了呢？果然还是不要讲话好了，不讲话比较有气质，真的是讲话难听的主播对，希望大家可以常常叫我闭嘴30秒。天哪，这个主播怎么那么没水准？好，好，那我们来大风车吧。耶！刚刚大家是不是没看到腿的部分啊？我挡到脸了。好那我们就来大风车吧。什么就交给大家，什么意思？站太远了。好，那就对，再次感谢大家今天的支持，感谢大家给我很多钱。对啊，今天整体怎么辣还有别套还有别套更辣的，有辣到我自己也觉得哦天哪，怎么会这样啊？但是没关系，之后还有机会，之后肯定还有机会。好，这套很辣哦。那我们就来渔网袜谁不爱？好，那我们就以这个辣辣的样子来给大家大风车一下耶！怎么会有这种喜欢大风车的主播呢？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嘞？感谢西，我可以叫你西吗？感谢西赠送的汇集，哇，砸到了东虎白煞，欢迎加入，我看一下我是不是好？那对，就是大风车，虽然转的没有很快，耶！大风车开心吗？你们好奇怪哦，怎么会想看大风车？哇！感谢西又送了一个汇集，这次砸到了斯洛姆吗？天啊！不太对吗？大风车不就是这样吗？不然大风车是怎样？什么？哪一句有点违？什么东西？什么？应该是错觉吧？我是真的没有 get 到，哇！天哪！感谢西赠送了又10个汇集，好多！西送了12个汇集哇！12个，一个是50，12个的话是600，这样算不算可以？就是算600块换造型啊？你们觉得呢？好像算齁，好像算，对不对？感谢西赠送的总共12个汇集，这样子刚好是600块，是不是可以满足一下？就是包含满足我想要换衣服的愿望，以及再让大家看一套，有道理吧？你们要吗？不可能说不吧？对不对？问就是要齁。太好了，又可以换一套。好，那我们就再换间的，对，是我想换，我当然想换啊，我都觉得我自己把自己弄得好可爱，非常漂亮，肯定是会想让大家看的对，好，
哇，太赞了！就再次感谢西满足了我可以换衣服以及让大家有眼福这个愿望。对，感谢西的600块。那当然是好哦。什么叫一起去跑步？请不要说不，怎么还有押韵啊？这是什么？好，这是歌词。好，我就觉得听起来很像。我没听过这首歌，我真的没听过这首歌。我是说真的，请相信我。好，对，恋上换装。好啦，那个，你们喊一下，我们用那个就是不严谨的投票，我们就用那个呼声高投票。你们要辣的还是不辣的？不是血哈。再讲一个冷笑话。对，你们知道吸血鬼吼不能吃辣，因为他都吃不辣的。好啦，你们要辣的还是不辣的？你们选一下，选好了我就换，你们喊一下。一定是辣的，是不是？那要希望我记对。我不知道数字有没有记对哈，如果记错就算了。好啊，如果记对。就记对，好，我们就用辣的。好，准备好换衣服咯。好，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今天来什么甜不辣？甜不辣就是甜美系的，没那么辣的。不辣是什么甜美？对啊，不辣的可能就是甜美的。对啊，辣的话有一套很辣啦，有一套很辣。哈利波特不吃冰的，因为魔法少年假谢谢。让我想起我之前在那个咖啡店工作的时候，对，就是那时候就是我在就是我们咖啡店工作中间空档吃东西的时候，我就吃了那个凉面，对，因为工作的时候就觉得很热，所以就想吃凉的。然后我吃凉面的时候，旁边我的同事刚好在决定下礼拜要休什么假，在化休。这都最我在吃面，人在化休。是化休不是化休。好啦，花燕君晚安，欢迎你来看，只有今天限定特别可爱的阿纪。好啦，我看比较多人喊辣的，那我们就辣的咯。那我们就换一套辣的。好，希望我不要突贼，希望我不要记错号码。对，这套应该是辣的才对。太辣了，跑不动。我是要用这个样子大风车吗？是这样吗？发出练财的声音，女装，对。西雨，晚安，欢迎你来。怎么样？天哪，是怎样？很喜欢是不是？你不觉得就这个造型就应该骂人吗？谢谢主体哦，我们是主体输去。来，有人想被骂吗？有辣齁。这是短发还是绑起来？这是短发。对，后面没有。我发现一件事，如果看起来很高冷的话，就可以少讲话，好爽。一讲话就破功，我还是不要讲话好了。对吧？主播不爱，不是不爱，讲错了，我还是不要讲话。主播不坏，观众不爱，对吧？一开口就破功，别讲出来啊！好啦，对，高冷小姐也不会化学，谢谢，烂死了。真的剧不完哦，真的剧不完。知道了，观众不坏，主播不爱。不对，不是这样，不行，我一讲话就没有那个感觉了，我还是少讲话吧。我当一个高冷的人。漂亮姐姐可以看一下 OOTD 吗？好吧，真拿你们没办法。毕竟是宠粉主播，也只好满足你们任性的要求，对吧？
嗯嗯，怎么觉得看起来怪怪的？这样才对，这样才对。满意了吗？嗯，你们也太夸张了吧？怎么还有人就这样子望啊？哦，真的吗？很会搭吗？那当然啦、我可是阿慧，当然是要超会搭，没有超会搭哦。不行，我自己讲笑话觉得好烂。为什么丝袜破了不买新的？感觉就像是会把那种那叫什么牛仔裤的破裤缝起来的那种长辈，对吗？嗯，好啦，火妈妈狗园，漂亮姐姐的脚在讲冷笑话，这也是没办法的。对，好啦，要当狗就去当吧，这也是懒得管你们。嗯，没有人要被我骂吼，今天没有是不是？没有的话就算了，没有的话我们就要下播喽。好，啊，快点，你们还有人有什么愿望吗？有的话就赶快讲吧。如果没有的话，漂亮姐姐要去忙别件事了，好不好？嗯，就也可以骂哦。那个要骂的话要付400块。冷酷系讲冷笑话，不要啦！我难得长得这么 badass， 看起来这么坏，怎么还可以一直讲这种冷笑话？又想倒赚400，不要再倒赚400了。对，我们这个要维持公平交易。闪电系大姐姐吗？我觉得很有可能。哎，毕竟，我看起来比较阳刚的时候，也是被说看起来很轻浮嘛。但是一讲话，好像就完全没有那个感觉了，连一点那个心机的感觉都荡然无存，感觉就只是个讲话不太正经的奇怪的小丑主播，对吧？你们是这样想我的吗？你们是这样子，你们对我是这样想的吗？嗯。有被骂过了是不是？哦，刚刚那样算有骂到，那还是蛮好满足的哦。会这样的讲英语嘛，袂歹。讲英语哦，那讲英语是要讲啥？常常要用英语讲骂嘛，袂晓。嘿，而且爱用台湾话甲大家骂一下，用台湾话甲大家骂一下，恁就会足痛的是吧？嗯，好啦，快点，还是后摆的用安尼开一个麦倒台，甲大家好好骂一个，互恁骂甲，甲恁骂甲，互恁较舒适的。You little bastard， 真正安尼啊？啊，只要一句吗？怎么感觉有点弱？还是我们要凶一点？好了，最后杀必死给大家一下了。You little piece of shit, now get out of here 。好不会骂人哦。没有啦，那是傻逼死啦！我很爱大家啦，我很爱大家啦，请大家不要离开我啊！只是那个可以关台了，所以就是我知道有些人那个需求比较特别，想要被骂，所以我们服务一下想被骂的人。没有针对你们哦，好凶是不是？好啦，那我们就差不多可以关台啦。好，我觉得还是用台语骂一下比较有味道呢。唉，恁遮的人吼，爱互阿姊妹才会痛。恁遮的人有影是，毋知影头壳内底拢咧
咧底啥吼？有闲安尼雕工吼，爱互人骂，不如甲时间摕去端正恁家己的品格。好，骂了啊，恁有爽啊，会使去做一寡对社会有路用的代志啊，好无？好 ，Get out of here， 再会。好啦，其实很爱大家啦，还是要消毒，很怕大家恨我，怎么会这样？好，那，我们就稀里糊涂的关台喽。好，那我们就降落吧。那个，再次感谢大家，真的很感谢大家给我很多钱，我现在非常开心。然后如同我刚刚跟大家聊到的，就是之后会多做一点台语内容，对，所以有喜欢看我做台语内容的话，就记得再来看我啊。好，那就这样。他开来电拢对阿姊啊，进搞恭维嘛，啊，进搞安尼，这有这啥？突然不会讲话。好啦，感谢大家来看，感谢大家来看我穿的跟平常不太一样啊。那可以关台数钱了，好，确实，那我就准备关台数钱去休息啦。好，那我们就礼拜五再见喽，礼拜五的出道教室再见。好，大家拜拜。啊，对，拜拜。